我哋開始廝殺啦，各位 Dicer。對人要不留情面，720蚊啦，over 你嘅錢少少。你可爆我嘅錢出嚟。對住吹氣公仔要留少少薄面。如果你揀中一啲比較熱門嘅人啦，係好容易會俾人哋針對嘅。你夠膽就殺佢，擺翻低阿媽。佢攬住阿媽啊！邊個唔屬於呢度？你講咩啊？撈永遠都屬於呢度。立即把握時機 ，X Waller 帶俾你色戒，今晚10點半 ，ViuTV。喺物色派對，每位玩家扮演其中一名藝人嘅經理人。玩家每輪都會擲色，依顏色移動任意一位藝人到相鄰嘅房間，藉此偽裝自己，試探別人嘅身份。若果擲到黑色，可以選擇淘汰同房嘅其他藝人。如果藝人嘅經理人在場，就會被淘汰。玩家亦可以抽一張角色牌，將對應嘅藝人移出場外，每人只可以用1次。場內逗留到最後一位藝人嘅經理人為之勝出。